镜头来去菲律宾，菲律宾东北部上界活跳的火山之一马英火山，伫这个月中有喷发。当地政府已经强制撤离附近2万的村民，嘛甲这颗雷啊列作袂使入去的关制区。也毋过有袂少较善家的村民为着顾不到，无法度顾火山随时有可能喷发，即嘛是走转去种菜市地。Natatakot po, sir. Yung ano ba, tunog na parang kulog pag may bumabagsak na bato. 含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活火山做厝边，逐工拢足惊的。菲律宾上活泼的火山马英火山，这个月12是喷出岩浆，这已经是对1616年以来第53摆喷发啦。当局为着要保护住伫边仔民众的安全，强制撤离2万的村民，跟安搭伫28个临时避难所。专家讲，最近有可能会出现火山强烈喷发的状况，到时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更较大。但是因为政府规划要刷起的地点，工作机会真少，真侪民众为着要生活，冒险返来到封锁的庄仔头，桂园就是其中一个。伊为着要饲鸡和替因查某囝摕学校的制服，偷偷返来到离火山口敢若6公里，目前已经划作是永久危险区的卡尔贝洋村。互警察发现了后，伊个一直求对方，敢会当互伊返去厝归庙前嘛好。下面同款的，阁有卢内兹，因为火山附近的土地是真适合来种物件。就算过去家族嘛有人，因为火山爆发死去，伊为着生活，同款冒险返去。Tiyo ko sa kayong anak niya, namatay dyan yung pagsabog nung bigla lang sumabog yun, 12:00 ng tanghali. Kaya maraming namatay. Maraming nagtatanim kasi dyan, di man alam kung sasabog o hindi. 马英火山伫菲律宾的东北部，管道是2462公尺，是菲律宾24个火山内面上活泼的一个，是标准三角形的火山。附近的庄仔头除了面对火山爆发的威胁，这嘛正接发生地动、水崩山、风台和造大水。虽然生活的条件并无好，但是火山附近除了土地真好，观光业和山石业嘛拢真兴，互善家的村民就算冒险嘛无愿意离开当地。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。